咁由於蘋果醋嘅宣傳比較多咧，好多人咧都將蘋果醋咧睇作一種保健嘅飲品。咁其實咧，蘋果醋對我哋人體有乜嘢影響咧？係咪可以長期咁食用咧？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一齊嚟講講蘋果醋。咁果醋嘅製作咧已經有幾千年嘅歷史。咁公元6世紀喺兩河地區，即係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咧，嗰啲人咧已經開始生產嗰個醋嗰度咧，加入多種嘅水果蜂蜜、麥芽呢啲物質嚟增加醋嘅風味。咁公元10世紀嗰陣咧，葡萄醋開始喺法國盛行。咁18世紀嗰陣咧，歐洲唔同類型嘅果醋產品咧層出不窮。咁20世紀60年代，日本開始工業化咁生產蘋果醋。同傳統嘅食醋相比，蘋果醋係以新鮮蘋果為原料製成嘅發酵嘅飲品。其實先經過酵母菌將蘋果中嘅糖分轉化為酒精，再經醋酸菌進一步咧發酵成醋酸㗎。咁佢嘅主要成分係醋酸仲有少量嘅 B 族維生素、鉀呢啲物質。咁特點就係熱量比較低，幾乎不含脂肪。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問：咁謝醫生飲用蘋果醋係咪可以達到減肥嘅效果咧？咁首先咧，唔少人認為咧飲蘋果醋可以抑制食慾，就係因為咧有研究指出，蘋果醋中嘅醋酸佢可以緩解胃排空嘅速度，使食物咧喺胃裏邊咧佢停留得更加耐啲，從而咧延長呢個飽腹感嘅一個持續嘅時間，所以咧佢就可以達到減少食嘢嘅頻率同埋呢個進食量。然而咧蘋果醋抑制我哋想唔想食嘢呢個慾望嘅效果咧，其實係因人而異嘅。咁腸胃敏感嘅人，佢空腹飲蘋果醋可能會刺激呢個胃黏膜，佢嘅飢餓感反而比以前更加重。所以咧有啲人咧佢飲蘋果醋搭配啲麵包餅乾或者一啲甜點，佢食起嚟咧反而更加多嘅。所以咧蘋果醋控制我哋嘅食慾嘅作用係受我哋嘅個人體質啦、飲用嘅方式啦，以及我哋搭配食物多種嘅因素嘅影響，佢唔可以一概而論㗎。另外咧，部分人又認為蘋果醋喺一定程度上咧可以減緩餐後血糖上升。咁蘋果醋嘅主要成分咧係醋酸，咁佢可以抑制腸道內澱粉酶咁呢啲分解碳水化合物嘅酶嘅活性，從而咧就降低米飯饅頭呢啲主食中澱粉被分解嘅速度。咁延緩葡萄糖進入我哋血液嘅進程，避免血糖驟升。不過咧，咁樣嘅效果咧，同樣係存在個體差異，而且佢依賴總熱量嘅一個控制。咁如果我哋食得太多高糖高脂肪嘅一個食物，咁搭配蘋果醋起到嘅效果咧係微乎其微㗎。另外咧，為咗改善呢個口味咧，市面上咧唔少個蘋果醋佢係添加咗大量嘅糖。咁飲咁樣嘅蘋果醋咧，佢唔單止冇辦法控糖，反而可能咧使我哋嘅血糖升得咁快㗎。另外咧，再講講蘋果醋對代謝嘅影響，佢仍然係嚟源於佢主要成分醋酸。咁樣研究認為咧，醋酸可輕微咁促進肝臟對脂肪嘅分解利用，或者係對胰島素敏感性有微弱嘅調節作用，可能間接咁輔助代謝。然而咧，醋酸對代謝影響都係有限嘅，而且咧佢遠不及促進呢個熱量嘅消耗嘅。另外咧，蘋果醋中佢可以直接調節代謝嘅 B 族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啲成分咧，其實又係比較低嘅。咁如果要補充呢啲成分咧，咁飲蘋果醋話不如直接食一個新鮮嘅蘋果，係咪？同時咧，我哋人體嘅代謝咧，佢係受到飲食運動同埋我哋平時作息多種嘅因素
共同影響㗎。所以咧，單靠飲蘋果醋係好難提高我哋人體嘅代謝率，增加呢個熱量消耗嘅。從目前嘅研究嚟睇，飲蘋果醋係咪可以減肥咧？呢件事咧仲需要進一步嘅醫學研究證據支撐嘅。另外咧，暫時都冇證據表明蘋果醋可以顯著提高同埋幫助減肥。同時咧，飲蘋果醋可能會起到抑制食慾嘅作用咧，但係咧都有部分人因為飲咗佢咧，仲會開胃促進食慾，反而食得更多。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長期飲蘋果醋會唔會腐蝕呢個牙齒咧？咁牙釉質係我哋牙齒表面最堅硬嘅外殼，佢係有50%到97%嘅無機物，咁主要係含鈣磷嘅強基磷灰石同埋少量水同埋有機物組成㗎。咁呢個牙釉質脫礦咧，就係呢個牙齒被破壞嘅第一步。咁任何可能導致呢個牙釉質脫礦嘅因素，都會增加舉齒同埋酸蝕症嘅一個風險，因為酸係可以溶解呢啲強基磷灰石晶體嘅，造成呢個牙釉質表面脫礦嘅硬度降低，咁導致呢個釉質本身咧就變薄變少，仲有可能開闢細菌入侵我哋牙齒嘅一個通道。但係咧，我哋口腔嘅防禦機制本身咧，佢係一定嘅自我矯錯同埋修復功能嘅。咁牙齒長期浸泡喺口水嗰度咧，口水嗰度含有大量嘅鈣磷離子，佢就可以隨時咧往個牙面上沉積啦。咁佢就重新形成一個新嘅強基磷灰石，彌補之前脫礦造成嘅鈣同埋磷嘅損失，形成一個動態嘅平衡啦。但係咧，呢個動態平衡佢有平衡點嘅喎。就係臨界 pH 值大約係5.5啦。佢一旦打破呢個平衡咧，佢就會出現無法逆轉嘅鈣磷流失㗎啦。所以咧，當我哋口內嘅 pH 值少於5.5嘅時候咧，牙面嘅鈣同埋磷嘅流失速度咧，佢會大於呢個再礦化嘅速度。咁釉質表面就會脫礦啦。咁 pH值越低，咁釉質嘅脫礦同埋溶解嘅程度就越嚴重。咁釉質隨著咁脫礦咧，可能就造成兩種效果。第一個就係舉病，即係口腔嘅 pH 值咧喺4.0到4.5之間，或者係酸蝕症，就係咧口腔喺 pH 值2.5到4之間。咁舉病咧就會導致呢個牙齒咧形成空洞嘅破壞，咁發展成牙髓炎同埋根尖周炎，引起疼痛同埋牙齒嘅功能喪失啦。咁酸蝕症咧就會導致整個牙齒嘅釉質嘅外殼咧被溶解變薄，咁牙齒嘅體積不斷變細。嚴重嘅酸蝕症咧會使得整個口腔咧佢嘅咀嚼功能下降，甚至出現關節嘅問題。咁酸性飲料咧，佢一般嚟講就係指個 pH 值咧少於4.5嘅飲料。咁蘋果醋嘅 pH 值咧一般喺2.5到3.8之間。咁蘋果醋係屬於酸性嘅飲料。咁結合我哋之前提到嘅臨界值5.5咧，所以當蘋果醋呢啲飲料咧佢接觸到我哋牙面嗰陣咧，佢就會導致短暫嘅油質嘅脫礦啦。咁而且佢 pH 值越低，脫礦就越嚴重，尤其係 pH 值2.0到4.0之間嘅酸性嘅飲料，佢可以直接咁導致咧酸蝕症嘅出現。另外咧，好多飲料佢除咗本身咧係酸性之外咧，仲添加咗糖啦，尤其係白砂糖。咁呢啲糖咧，佢又容易咧俾牙面嘅住舉菌咧分解，產生一個有機酸。進一步咧加重牙面嘅脫礦，造成雙重打擊啦。所以咧長期高頻率咁飲用蘋果醋咧，佢會對牙齒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傷害嘅。咁所以咧，我哋喺飲蘋果醋嘅時候咧，可以通過下面嗰啲方式咧嚟減少佢對牙釉質嘅酸蝕嘅。咁第一咧，我哋使用吸管飲用，減少飲料中酸同埋牙面嘅接觸。咁第二咧，我哋降低飲用嘅頻率，係嘛？
避免牙齒反覆浸泡喺酸性嘅環境當中為我哋口水一個鹼性嘅緩衝同埋再抗化提供一啲時間或者又可以適當咁添加啲水，降低酸嘅濃度再飲用。咁第三咧，我哋可以飲用後啷口，係嘛？純正水或者自來水，或者係再飲一啲純正水或者係蘇打水，減少我哋口內殘留酸性物質。咁第四咧，我哋盡量避免兩餐之間隨時飲用，避免瞓覺前飲用。咁第五咧，我哋做好牙齒嘅清潔，因為牙面附着嘅菌斑佢會阻擋我哋口水同埋呢個脫蓋牙面嘅接觸，使得我哋嘅口水再抗化嘅能力冇辦法發揮作用㗎。所以咧，平時都要做好牙面清潔都係好重要嘅。另外咧，需要提醒就係咧，蘋果醋含有絡鹽素㗎，佢會對我哋人體嘅胰島素分泌咧產生一定嘅影響。咁糖尿病嘅朋友咧，如果係飲用蘋果醋咧，應該係事先諮詢下醫生嘅意見。咁市面上咧，仲有好多蘋果醋係風味嘅飲料，佢採用蘋果醋為基礎原料，加入大量嘅食用糖或者係甜味劑嘅果汁呢啲調製成㗎。咁嘅含糖量肯定好高啦，係嘛？咁糖尿病患者喺選擇嘅時候咧，一定睇好標籤同埋佢嘅營養成分表。同時咧，酸性嘅蘋果醋咧，仲會刺激我哋胃黏膜，使到我哋胃酸分泌增加。如果有啲人咧，佢平時係有慢性胃炎呢啲疾病嘅人咧，飲咗蘋果醋之後咧，容易出現呢個胃痛燒心反酸啲症狀。咁健康人群空腹飲太多，可能都會引發我哋胃部唔舒服㗎。另外咧，蘋果醋起一定嘅利尿嘅作用㗎，長期大量飲咧，可能會加快我哋體內鉀元素嘅流失。咁腎病嘅患者咧，或者而家服緊呢個抗壓藥啦、利尿藥嘅朋友咧，唔係好適宜飲用㗎。咁長期攝入過量嘅酸性物質，仲有可能影響鈣嘅吸收，增加我哋骨質疏鬆嘅發生嘅風險。所以建議大家唔好長期過量飲用蘋果醋㗎。咁多謝大家。